后来，这个台北市有几啊间的明星高中，拢开放学生中昼会当订这个外送。不过，中山女高规定讲，一个班一个月，敢若会使做伙订一届。结果引发着学生的不满，高三的学者发起着行动，中昼坐伫个校长室的门口食中昼，要来争取开放订外食。学校讲会专门来投票决定。伫咧南式的厨房放泡面便当、水果含饼，就是有人伫咧食野餐。毋过斟酌看背景是伫咧学校内底，头前徛牌个写我爱中山，地点就伫咧中山女高校长室的门口。原来部分学生为了争取全面开放买路口的便当，一个高中3年的学者就招其他同学，小连续3天到校长室的门口食到，表达诉求。当时伫咧社群精神进度写下革命也未成功，当时搁伫咧拼势。我们班同学有参与学校日食部，因为3个年级加起来人数还是很多，因为我们有规定12点半过后就不能进去买了，所以其实有些人在12点半后，就是因为没有排队没有买到就买不到。学生不满校校传的买菜时间无够，又搁起价，一个月搁敢若当订1摆外送，泡文嘛伫咧网络顶引起大家伫咧讨论。对这件代志，校长就写批回应学生，强调这是规定修正是在委员会决议制。校讲会互全校师生含家长来全面投票，选项分做全面开放、部分开放含维持现状。投票结果提案会搁再送接受委员会讨论表决。毋过，就学生反映，19位代表内底，学生敢若6位，烦恼就算全面开放占大多数，嘛是有可能会翻盘。可以参考一下其他校的做法，也没有闹出过什么特别大的事吧。一些选择性会比较多样化，毕竟他们的热食部的有些餐点比较制式化，外送可能太多也不好，因为小朋友就是来吃健康一点。学校把关是我们也比较放心。嘛有家长烦恼全面开放外送，会互千份人走未来囡仔会有安全的问题。就看这一边控证，经过法定天数讨论的结果，敢会当达到学生的愿望，嘛互家长和老师拢会当安心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